一名涉嫌販毒嘅土生葡人男人拒捕並且撞毀2架警車，司警最後將佢拘捕並且以販毒罪移交檢察院。張瑩英報導。司警緝毒處喺2個月前接報，一個土生葡人涉嫌從事販毒活動。個男人主要從內地運毒返本澳，然後用手機聯絡方式同買家相約地點交易。司警凌晨接報，個男人準備喺譚仔萬輝花園一帶進行毒品交易，立即派員到場監視。嫌犯喺發現司警跟蹤之後，拒捕並逃去。當我哋嘅同事落車表示咗係司警身份之後呢，該名男子咧突然間呢就有後波，就首先呢就撞向後邊嗰部警車。之後咧就再撞前面嘅警車，然後咧就逃離現場嘅。司警於是展開追捕，並將嫌犯逮捕。司警喺佢身上、車上同埋住所搜出合共55克氯胺酮、14克冰同埋35粒五仔，市值約37000蚊。嫌犯54歲，澳門居民，報稱商人。司警稍後將會以販毒罪將佢移交檢察院處理。澳門電視台記者張瑩英報導。